近日网络顶面有一款四手真清，叫做呢蔬果脆片，主打是以这个青菜水果原型做的，用高温的方式加工，保留青菜水果的膳食纤维，这个是好食佮健康，也毋过敢真正有影。事实调查发现讲，像这款四手呢加工的过程，90%以上拢用真济油，而且另外淋糖加盐，要食要注意。这个是秋葵。 加落去，咔吱咔吱真爽脆，口感嘛袂歹，还可以当甲蔬菜水果加入去。这款的四手仔蔬果脆片，即马足侪人招买买，真手气的商品。包仔内底色水真济，宣传讲天然好食，全部拢是用圆形的蔬菜水果制作。但是你若是感觉讲安尼就当补充营养，加食加健康，绝对是一个大错误。 随机对卖场网络买几包啊蔬果脆片，看得出来亲像是苹果、羊角豆这个食物的原型。但是咱来看产品的标示，发现讲有产品是加发粉，互伊较酥脆的，而且每一包的热量拢超过450大卡。 450大卡是什么样的概念？等于你吃下一包蔬果脆片，就吃了1包大薯、3块控肉、6颗茶叶蛋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明明这些东西它的原料就是蔬菜水果，为什么热量这么高？ 咱用100公克的金蕉来讲，热量91大卡，只有0.2公克的油，但是变金蕉脆片了后，热量增到5倍，455大卡，其中干那是脂肪就17克，称悬85倍，占总热量的1/3。有火哈。 香蕉本身没那么多油。对对对。一点火马上燃烧，脆片浸真济烟，油一直滴落来。宣传健康的四手仔，去有火一煸，真面目就现出来啊！搞天，搞天的。基本上就是把那个蔬菜水果去油炸，膳纤维的热量很少，它主要还是一些，当然还是油为主啦。 为了确认脆片制作方式，咱来网络顶端找者简介咧，发现业者强调的拢是真空无菌、低温加工甲营养成分留落来，但是重点是安怎让蔬果脱水变脆，业者干那写低温真空工法，油这个字连讲都无讲。 真空低温脱水是怎么做去的？就是在炸过程中呢，那个把空气把它变得很稀薄，再把它用密闭的环境下油炸。 真空中嘛，水汽就会大量的减少，就不会有湿气。不然包装在里面有湿气、有油气的话，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。目前市面顶管卖脆片主要用2种方式来脱水，一种就是把蔬果放入去油内底，离真空而且80到90度的温度下，让水分足紧的蒸发。另外一种就是用低温烘干，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嘛是要加入油，无就做不出迄种酥脆的口感。啉才会刷脆啊。 蔬果呢，它的含水量就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它势必说它低温烘烤，除非说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它的水分完全吸干，它才会脆口，不然它是软软的。而且脆片的热量唔那是油，咱来看金蕉干涩煎后的体积，唔那是减1毫，咱来实际量一下。 一支金蕉大概是140公克，75%拢是水分，脱水了后实际当做成脆片的是35克。换算落来，一包金蕉脆片都有3支金蕉的糖分，小小一块蔬果脆片根本就是高糖分的集合品。水果本来我们就会摄取到它的本身的糖分，那所以其实是可以的。所以在分量控制之下，你去摄取这个没有再额外添加糖分或盐分的这个果干，我觉得 OK。可是如果说你摄取过量，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些可能血糖控制或体重控制的人，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。专家提醒，蔬果脆片是有一定的膳食纤维，但是维生素 C、B 还有抗氧化石化素，只要超过40度，就会去破坏营养的价值有限。真正要食嘛是爱经油、热量较低的产品，脆片完全无法度代替真正蔬果。所谓的天然健康，只是步数和位素，小心看袂到的制作过程，会危害咱的健康。